这个发生在韩国的真实故事让我非常感动。这是一只没有名字的小猫，被发现时瘦得不成样子，而它的身旁呢躺着妈妈的尸体。小猫大概以为妈妈睡着了，还不断地舔着妈妈的身体。工作人员呢查看附近的监控时，情绪再也绷不住了。小猫呢白天依依不舍地守在妈妈身边，到了晚上才外出觅食，渴了就喝街边的积水，饿了就嚼树枝。好不容易在垃圾堆里扒出一片肉骨瘦如柴的小猫，它却舍不得吃，一路飞奔回家，把肉放在妈妈身边，不时蹭蹭妈妈，似乎想唤醒妈妈来吃。就这样一连2天2夜，它守着妈妈不肯离去。此情此景呢，让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流泪。当工作人员把它带到兽医站时进行检查，结果所有的人都惊呆了。它的胃里全是小石头，它把好吃的留给了妈妈，自己却用树枝、石子来充饥，这根本无法用科学解释。当工作人员抱着它跟妈妈做最后的告别时，小家伙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拖着虚弱的身体靠近妈妈，先是呜咽着呼唤妈妈，然后静静地靠在妈妈身边，给妈妈最后一丝温暖。工作人员要抱她离开时，她一直伸出小爪要够妈妈，直到最后一刻，她也没能接受妈妈已经死亡的事实。都说冷漠的世界，动物比人更长情。如今看来，这不是一句空话，或许他们比我们更懂得亲情。动物尚如此，人又该如何呢？抖音